請大家一齊領受神今日為我哋預備嘅話語，記載喺馬太福音第26章26到30節。神咁講：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父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父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免。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吃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他們唱的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願神祝福嘅話語。喺馬太福音即將要結束嘅時候，我哋一路睇到主耶穌喺最後呢一個禮拜、最後呢幾日當中，聖經裏邊福音書記載佢發生嘅事。我相信當我哋特別喺最後嘅呢幾章嘅當中，我哋會睇到主耶穌點樣將天國嘅道理再一次清楚嘅去解釋。今日我哋再睇到喺呢一個馬太福音嘅後邊，我哋今日呢一段經文，我相信我哋大概好多時都會讀到，特別係我哋話設立聖餐嘅呢一段。呢一段嘅記載喺幾卷福音書裏邊都有好清楚嘅記載，雖然有唔同嘅方式，有少少嘅唔同嘅表達，但係我哋睇到可以話特別呢一個嘅主耶穌喺逾越節嘅晚餐呢一段嘅經歷當中，卻係將一個新嘅約，藉住一個舊嘅紀念意義表達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並且超越咗對猶太人嘅觀念，而直至到我哋每一個人對所有嘅人有一個約嘅意義。所以今日呢一段嘅聖經對我哋嚟講係極之嘅重要。如果大家記得前一個禮拜同大家講過10個童女嘅比喻，大家記得喺最後嘅日子嘅當中，講到主再來，我哋點樣嘅準備？好簡單嘅，如果大家記得呢個比喻裏邊提醒我哋點樣嚟迎接新郎，新郎嘅言辭會係點樣？當5個愚拙嘅童女出咗去之後，門就關咗。呢一個比喻提醒我哋要警醒準備，所以大概我哋會記得呢一個嘅比喻對我哋嘅提醒。喺26章嘅開始，我哋會話主耶穌當時會記載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嘅前邊，除酵節嘅第一日，呢一個係猶太人嘅傳統，喺當中佢哋要食逾越節嘅筵席。前邊我哋記得，如果大家記得我哋喺紀念主耶穌受難啊、復活啊呢一段嘅日子之前嘅，我哋會睇到呢一個嘅逾越節嘅晚餐
喺呢一度所記載好簡單，但係唔係今日我主要去講嘅呢一段經文。但係我哋知道嗰個嘅背景，當時門徒問耶穌：我哋去邊度？點樣嚟食逾越節嘅晚餐？跟住主耶穌就吩咐佢哋：你哋入去城裏邊啊！結果呢，佢哋門徒就準備咗逾越節嘅筵席。晚黑，耶穌同12個門徒坐席。我相信呢一段嘅聖經，我哋亦都係了解喺逾越節晚餐嘅時候發生嘅事。呢個係全世界好有名嘅，大家都可能睇過達芬奇嘅《最後的晚餐》。我相信好多人呢一幅世界名畫喺好多嘅地方、好多嘅教會都有呢一幅嘅好出名嘅名畫。當然裏邊有好多解釋，我亦都唔去詳細同弟兄姊妹講。被編成古古怪怪嘅小説，亦都大有人在嚇。如果大家記得呢，好多古仔講嘅呢一個最後的晚餐。不過我哋相信呢一個嘅最後嘅晚餐嘅意義喺呢一啲嘅畫家去表達嘅當中，當然佢係咪有啲乜嘢含義，我哋有時亦都好難完全嘅理解。只不過係更加有興趣嘅係啲小説家將好多嘅古仔去將佢講出嚟等等。但係其實真係主耶穌係咪咁樣食法嘅呢？呢一個係比較接近少少嘅食當時嘅猶太人嘅食逾越節晚餐嘅方式。咁呢就唔會一行一張長台俾人影相咁樣排晒喺度，而係圍住，而且啲台好低嘅，個個坐地下度隻腳屈起，大概比較接近啲。但係咪真係完全係咁啊？我哋都好難講嚇。2000幾年前發生嘅事，逾越節嘅晚餐好特別。最近有人將佢逾越節嘅晚餐現代化嘅版本我哋呢到逾越節嘅時候，我哋可以去食下。唔知咧 Frankie 嗰啲去過以色列嗰啲會唔會食啲逾越節嘅晚餐？有苦菜原來有意義嘅噃。我哋知道呢，其實呢猶太人嘅逾越節晚餐嘅意義，大概你記得嗰個嘅背景。咁呢，佢哋呢現代版食啲苦菜，咁呢就唔知嗰啲苦菜係邊種苦菜啦。咁呢我哋識嘅就苦瓜嘅啫。苦瓜我好中意食㗎，唔苦㗎嘛，係嘛？咁佢係代表痛苦。然之後呢，主要食羊。而家食羊唔係咁多呢，可以食雞添啦。代表上帝嘅拯救。然之後有芹菜嘅噃，呢個現代版嚟嘅也，唔係當時。你話到底係西芹啊，定係中國芹啊，定係嗰啲樣？你問我冇得答㗎啦。不過呢，人嘅意義呢，原來芹菜係代表感恩，有雞蛋，代表有重生。然之後無酵餅係釋放，然之後仲有啲甜醬係話做金字塔嗰啲泥喎。哇！即係我哋喺度食泥咁咪嗱，咁呢啲係希望將逾越節嘅晚餐帶到我哋今日。但係我哋記得逾越節嘅晚餐喺當時嘅歷史裏邊發生嘅事，弟兄姊妹你應該唔會話真係聽都未聽過㗎啦，係咪啊？你記得當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嘅時候之前嗰一個嘅晚上，亦都係10災嘅最後一災。如果大家記得係咪啊？殺長子之災記唔記得10災嘅最後一個嘅晚上。但係上帝為咗保存呢一啲嘅以色列人，結果嗰天嘅晚上，佢哋聚埋一齊殺一隻羊，將羊血塗喺門楣嘅上邊。當第10災開始發生嘅時候，天上邊嘅使者要將所有頭生嘅都殺死嘅時候，當佢哋見到呢一個門嘅上邊有血塗喺上邊，於是呢啲奪命天使啲殺手跨越門而過，於是逾越嘅意義就係咁樣。
呢一個嘅意義喺整個以色列民族裏邊好緊要，因為如果冇呢一個逾節嘅晚上，上帝嘅拯救，佢哋可能永遠只能夠成為埃及人嘅奴隸，或者嗰天晚上所有投生嘅都要被殺。呢一段嘅歷史所帶俾佢哋，以後世世代代聖經記載猶太人3個大節期最大呢一個嘅逾節，因為呢一個係佢民族嘅誕生、民族嘅存亡，亦都係個人生命得拯救嘅一段嘅經歷。所以逾節嘅晚餐好簡單嘅帶俾我哋一種嘅意義，有平安，因為佢哋嗰晚喺屋裏邊，外邊有羊嘅血，好似一種保護，以致佢哋喺屋裏邊所有人得到平安。嗰一個嘅晚上嘅晚餐，讓佢哋知道佢哋得到救贖。如果大家記得，上帝對以色列人嘅救贖喺嗰一晚上邊係完成咗，因為上帝將佢哋拯救離開為奴嘅埃及。跟住嗰晚嘅晚餐係一種團聚嘅意義，即如我哋話逾節晚餐就好似我哋食團年飯啊。點解我哋年年都有團年，打邊爐又好，乜都好啦，總之我哋要團年，嗰種團聚嘅意義。你諗下，全家喺一間屋裏邊，個個知道大家安全，我相信係一件最滿足、最安慰嘅事。我哋成日都希望自己啲兒女啊，如果喺團年嘅時候能夠喺埋一齊，雖然我哋未必一定食團年飯，但係希望一家人喺埋一齊，心裏邊嗰一種嘅安慰，呢一種團聚嘅意義喺逾節嘅晚餐裏邊係完全嘅表達，因為佢哋全家要聚埋一齊，係準備得到拯救嘅一個嘅預備嚟嘅。大家知道佢嘅準備係準備出發㗎啦，係咪啊？大家記得舊約聖經裏邊，當佢哋食完呢一個晚餐之後，聖經裏邊如果我哋睇出埃及記啊等等嘅舊約嘅律法書裏邊，知道佢哋要收拾好，已經要離開嗰個地方，行上上帝帶佢哋去應許之地。每一個嘅意義都好清楚喺逾節嘅晚餐裏邊表達出嚟，平安、得拯救、團聚、準備。你諗下嗰一種嘅經歷，如果被破壞，真係好陰功啊！前個禮拜我哋知道台灣大地震嘅時候，哇！一路日日睇新聞，睇住嗰啲喺呢間大樓下邊裏邊有啲挖出嚟，有啲團聚，能夠揾翻自己嘅家人仍然生存等等，哇！嗰一種嘅經歷少咁咗一樣，你諗下幾悲哀。逾節嘅晚餐喺整個嘅猶太歷史裏邊，俾佢哋好清楚一個嘅訊息，話俾佢哋會得平安，上帝嘅拯救，佢哋要聚埋喺一齊，並且佢哋要準備出發。主耶穌就係喺嗰一個嘅晚上，將呢一個逾節嘅晚餐，有啲人話佢轉化成為我哋嘅聖餐。雖然仲有好多解釋啊，其實嗰晚耶穌食緊逾節嘅晚餐噶嘛，只不過佢將整個嘅晚餐成個嘅過程俾我哋睇到，主耶穌用一啲嘅形象方式去表達咗，灌入咗更新嘅一個約嘅意義。好多嘅動作，我哋話好緊要，好多嘅裏面嘅意象好緊要。今日好多嘅動作㗎啦，我哋個個都熟悉啲手勢㗎啦，係咪啊？啲總統一上去咁啊，Trump 咪最興咁樣嘅，喺度指來指去個個指隻手指。你哋影親相咪係咁樣，整埋啲咁嘅樣。
豎手指啊，好小心喎！我唔講你哋都知啦。你有時候見到啲人啲不雅動作，佢想表達啲乜嘢？哇！咒詛怨氣真係伸隻手指嗰啲，你會覺得哇！原來一個意象表達咗一個好緊要嘅訊息。我哋睇下主耶穌當時係點樣？呢段仲未係我哋今日讀嘅經文之前，當食嘅時候開始食，耶穌講到有人要賣佢，於是一個一個問係咪我，係咪我等等。如果大家記得幾卷嘅福音書，將佢綜合起上嚟，你會記得主耶穌話同我站守喺盤子裏邊嘅人啊嘛，邊個賣我？耶穌有冇真係講出係猶大啊？梗係冇啦，冇一度講明猶大。你有冇搞錯啊？我係你老師，你出賣我，冇出聲。耶穌話同我站守喺盤子裏邊嗰個，邊個同耶穌站守喺盤子裏邊啊？每一個門徒都有份啊！你睇下，個個喺個盤子裏邊，猶太人其實好似我哋今日西方食法，祝福完之後，一陣間你會睇呢一段嘅經歷。菜係全嘅，即係攞完之後放俾隔離，每一個人都喺嗰個盤子裏邊掂過隻手落去。耶穌話嗰個係賣我，所以冇人知道。如果耶穌一講明係猶大，哇，11個人打一個人，我諗猶大出門口都幾難啊，都唔使方出到門口。如果耶穌話係猶大啦，哇，我諗又係融咗嘅啦，11個人。你賣耶穌，賣我哋嘅老師，賣我哋嘅主咁哇！結果個聖經記載，猶大結果被打到重傷，躺臥在嗰邊，喐都唔喐得。咁下邊點啊？咦，冇古仔講咯喎，落去跟住羅馬兵冇理由衝入嚟㗎，都未搞清楚仲有一段路，仲有一段後邊嘅事。你睇見聖經整個嘅預備冇咁樣。主耶穌冇直接話就係猶大，佢只係話俾猶大聽，你要做嘅嘢就去啦。聖經話咩啊？啲門徒以為主耶穌梗係哇少咁啲豉油喎，叫猶大出去買啦。又可能猶大走出去，猶大係攞住個錢袋噶嘛，攞住銀包噶嘛，佢係管數噶嘛。哇！佢係咪咁樣呢？猶大叫咗出咗去30兩銀子賣咗耶穌。大家記得呢一段嘅經歷。當我哋睇下呢一個約嘅準備之前，主耶穌已經宣告咗，其實佢要面對嘅事，亦都可以講話佢點解要嚟呢一個嘅世界。出賣主耶穌嘅故事，只不過係一個引入去主為我哋去完成救贖嘅整個嘅救恩嘅經過啫。所以我哋睇下，其實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第一段我要同你講嘅立新約嘅宣告，佢哋食嘅時候，耶穌拎起餅嚟，你睇下成個過程，祝福原文唔係講祝福，係講主耶穌講咗一啲祝福嘅說話，佢唔係拿住嚿餅去祝福佢，佢唔需要攞住個餅嚟祝福，佢拎起餅之後講咗一啲祝福嘅說話，可能喺舊約裏邊，然之後擘開遞俾門徒，然之後跟住之後個杯佢亦都一樣咁做，拎起嚟，你話冇擘開嘅杯點擘啊？杯唔通成個杯擘咩？拎起嚟又講咗一啲祝謝嘅說話，然之後遞俾門徒。呢一個嘅動作，雖然喺當時嚟講係一個一家之主應該做嘅，一家之主喺一個逾越節嘅晚餐裏邊，佢要帶領住全家嘅家人去感恩、祈禱。喺逾越節裏邊，因為一家之主
成家係佢可以講話一個嘅領袖，作為一家之主，佢就要將呢一個整個嘅逾越節嘅意義，甚至會講出嚟，讓佢哋嘅子孫世世代代知道佢哋嘅祖宗曾經點樣得到拯救。呢一種嘅經歷喺呢一個最後嘅晚餐，我哋話最後晚餐即係只係主耶穌嘅最後晚餐啊，同門徒嘅當中，主耶穌作為佢哋嘅老師夫子，亦都係佢哋嘅主，做咗同樣嘅事，拎起餅嚟講一啲祝福嘅説話，擘開遞俾門徒，拎起杯嚟講一啲祝福嘅説話，又遞俾門徒。當我哋去睇整段嘅經文，其實好簡單嘅。主耶穌成為救贖嘅主，亦都係呢一班門徒嘅老師長輩嚟㗎啦嚇。正如我哋喺我哋團年飯嘅時候，我哋一般長輩要開始食，大家至開始食嘅喎。傳統裏邊應該，不過我哋冇啫，我哋啲後生仔食得快過你，真係你都未喐，佢哋已經食飽咗一半咁滯啊！咁另外呢啲係例外，正常嘅如果傳統嘅家庭團年飯裏邊，最長輩嗰個坐喺度，如果佢唔起筷唔喐啊，邊個敢喐啊？如果我哋以往你真係放肆一啲嚇。如果最長輩嗰個未喐手，你一喐啊，老豆啲筷子啊索落嚟啦，真係啊，即刻剝落嚟啦！我哋點會咁？我哋受啲咁樣嘅教養嘅，係咁樣落嚟嘅。哇，尊敬過最長嗰輩嘅，唔係你一開啊，叉咗隻雞髀佢啊！以前咁你話而家我都唔食雞髀啊！咁啊，而家係世代唔同咗啊！當我哋去睇下呢一種嘅經歷，主耶穌好似喺一個逾越節嘅晚餐裏邊，當佢冠予新嘅意義嘅時候，佢作為呢一家之主，佢就做咗一個最長輩、最被尊敬嘅人嘅身份要做嘅事。好簡單，淨喺逾咁你話其他啲嘢點解佢唔祝福㗎？呢啲冇得駁嚇。你話隻羊點解啲羊肉佢唔祝福下嘅？哇！嗰啲苦菜又冇嘅，又冇定唔通耶穌淨係食餅同埋飲葡萄汁、葡萄酒嚟㗎啦？大概都係酒嚟㗎。咁咧，我哋冇法子解釋嚇。咁你話到時喂耶穌成13個人食啲咁嘅嘢渣啲啩？我哋幾豐富啊！你無謂冇得問嚇。我哋相信一般逾越節嘅晚餐仲有苦菜啊，仲有羊喺當時嚟講嚇。你話佢哋食雞髀，我就又冇乜點聽過喎。不過呢啲係現代嘅啫。咁佢哋仲有冇其他嘅呢啲嘢咧？可能會有嘅，係咪？耶穌唔係窮到咁13個人坐喺度，唔真係食一嚿餅一杯汁咁咧。但係嗰個意義，你睇下福音書嘅作者4個都係只係描述主耶穌用咗呢一個嘅動作，拎起嚟講一啲祝福嘅説話，擘開就分俾門徒。每一個嘅動作，當然大家都知道。當我哋去解釋嘅時候，我哋會喺其他福音書裏邊，我哋會知道比較清楚少少嘅。餅拎起嚟，我哋相信主耶穌話呢個係我嘅身體；杯攞起嚟，主耶穌話呢一個係我嘅立約嘅血，有佢嘅意義喺度。雖然佢嘅表徵用一個餅嚟代表身體，用一個杯係代表佢嘅血，但係裏邊嗰一種嘅意義就好似馬太福音嘅作者裏邊呢個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你話咁嗰個餅又係乜嘢啊？餅被擘開，為你哋寫嘅喺路加福音裏邊嘅記載。你記得主耶穌講到身體係為你哋捨棄。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佢受嘅身體裂開，血流出嚟，去解釋咗主耶穌喺呢一個最後晚餐裏邊所給予嘅意義。
路加福音會講得清楚少少。你睇下，我嘅身體係為你哋捨嘅，我嘅血係為你哋流嘅。所以我哋每逢喺聖餐嘅時候，我哋會記得點解會身體要擘開，好似個餅要擘開，杯流出嚟係救贖嘅意義。所以呢一種好簡單嘅動作，喺當時主耶穌宣告咗呢一個嘅晚餐嘅開始之後，佢就開始俾人知道呢一個餅就係我嘅身體，為你哋裂開，血係為你哋流出嚟。整個嘅景象，如果你連喺主耶穌釘十字架嘅呢一個嘅環境，呢一種咁樣嘅處境當中，你大概可以了解耶穌點解要咁樣做。所以當我哋去明白呢一個逾越節嘅晚餐喺主耶穌同門徒一齊嘅食嘅當中，主耶穌將新嘅意義放咗出去。立新約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呢？我哋會睇到，雖然耶穌攞起餅話呢一個係我嘅身體，攞起杯話呢一個係血，但係到底係乜嘢呢？個意義喺邊度呢？28節裏邊，主耶穌話係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主耶穌冇話為門徒，冇話為猶太人。好特別嘅呢一個新約嘅訂立，舊約我哋會相信，當整個以色列嘅歷史，上帝與以色列民去訂立嘅時候，係明顯對住以色列嘅民族嘅。如果大家會記得，從十誡開始，主要係俾整個嘅以色列嘅民族，同埋喺後邊跟住嘅律法書裏邊，全部都係猶太民族嘅歷史裏邊。雖然我哋相信呢一個嘅舊約唔係話只能夠係俾猶太人，對我哋冇意義。我相信主嘅啟示透過猶太人，譬如將十誡、將律法裏邊道德倫理同上帝嘅關係，去伸展到今日每一個嘅信徒。但喺當時嚟講，主耶穌知道整個嘅舊約歷史係對猶太人佢哋嘅倫理，佢哋與神嘅關係。但係喺呢個時候，主耶穌卻係將呢一個嘅逾越節嘅晚餐，呢一個嘅餅，呢一個嘅杯，放喺佢自己身上，係為多人而完成嘅。為着多人同為着猶太人差得太遠啦！我哋相信如果真係上帝只係愛西人唔愛世人嘅話呢，就真係好有問題。如果上帝只係猶太人嘅上帝，唔係我哋嘅上帝，我哋今日喺度信緊啲洋教，更加有問題。所以我哋會了解，唔好成日都諗住，哎呀，我哋所信仰特別我哋未信嘅人，呢啲叫洋教洋教嘅意思喺外國傳入嚟。我哋會記得，如果大家記得福音點樣，其實如果喺亞洲開始如果照計喺整個亞洲開始，喺歐洲被發揚，傳到去美洲，更加嘅可以講話興旺，結果再傳翻嚟亞洲。大家都記得點解我哋成日都話以為洋教其實係喺美國、英國嘅外國嘅國家，因為佢哋為着人嘅靈魂個愛靈魂嘅緣故，將福音帶入嚟中國喺馬禮遜將福音帶入嚟嘅經歷幾百年嘅當中。所以點解我會每一年帶弟兄姊妹去澳門，我一定要帶佢哋去馬禮遜嘅墓前邊，讓佢哋去安靜一下，為禱告，知道福音點樣傳入嚟中國嘅一段嘅經歷。呢個係喺澳門短宣裏邊，我必須要每一個人都要去呢一段嘅經歷，讓佢哋記得福音點樣傳入嚟。但係呢一個唔係洋教，因為從亞洲開始，
只不過環繞咗世界一周翻嚟呢度。大家知道今日好多喺亞洲，無論中國，我哋已經一路派傳教士向耶路撒冷進發，呢一個叫耶路撒冷運動。如果記得我會講過嘅，當福音傳翻耶路撒冷嘅時候，應該係主再來嘅日子。記唔記得我講過呢一啲嘅經歷？主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其實喺以賽亞書裏邊，好早已經講咗、預言咗嗰一位彌賽亞所帶嚟嘅，睇見自己勞苦嘅功效，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佢要擔當佢哋嘅罪孽。以賽亞書，主耶穌之前700年、800年寫成嘅。我哋相信以賽亞書53章去講到，去預言嗰位彌賽亞有佢特別嘅意義。所以恩典唔係只係俾猶太人，更加係俾我哋今日每一個人，因為主耶穌嘅身體、主耶穌嘅血係為多人流出來嘅。為多人嘅意義嘅當中係乜嘢呢？後邊一句，使罪得到赦免。罪得赦免卻係好緊要嘅，喺新約訂立嘅當中緊要嘅意義。個意義除咗好多人可以得救得嘅機會，得乜嘢呢？罪得到赦免，多人罪得赦免。耶利米先知好早亦都有提過，耶利米書31章34節裏邊，你睇下佢哋會從細到大都認識神，神要赦免佢哋嘅罪孽，不再紀念佢哋嘅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當你去睇下呢一段，主耶穌設立聖餐啊，我哋話其實佢係將舊約裏邊神嘅應許再一次去更新。我相信呢一段嘅經歷帶俾我哋一種新約嘅意義，係喺天國裏邊要向我哋宣講出嚟嘅特質。特質係乜嘢呢？好簡單喎，你睇下主耶穌話：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個。當然呢度講到我哋知道發生嘅事啦。之後主耶穌嗰晚逾節晚上，即係我哋傳統當中嘅禮拜四我哋會話禮拜四嘅晚黑傳統裏邊啦，其實呢仲有好多神學上邊嘅爭論。結果冇幾耐之後，主耶穌被捉拿啦，被審問啦，通宵被審問。結果朝頭早9點鐘就將耶穌釘喺各各他噶啦。嗱，大家即係如果根據一般我哋喺教會嘅歷法當中，我哋咁樣計算，主耶穌喺呢一個立新約嘅當中，卻係有一個好特別嘅特質，一個應許同你哋飲新嘅日子。佢唔再喝這葡萄汁，大家都知道耶穌要被捉噶啦嗰晚係完成噶啦。喺世界上邊，佢嗰30幾年到最後嗰晚噶啦，佢知道，於是對門徒話：我唔再喝呢個葡萄汁，直到我喺父嘅國裏邊同你哋喝新的那日子。有啲咩特別意義呢？如果我哋睇教會歷史，我哋相信我哋知道主耶穌所講嘅呢啲，同你哋喺父嘅國裏邊一齊去飲，佢知道門徒跟住落嚟嘅經歷會係乜嘢。大家如果睇福音書睇落去《使徒行傳》，知道門徒點樣被追殺，點樣周圍嘅分散，點樣嘅周圍去傳福音，好多為主嘅緣故被殉道。佢哋知道將來有一日喺天上同神同主耶穌一齊去飲新嘅嗰個嘅恩典、新嘅約嘅訂立。所以你睇下，其實馬太福音第19章耶穌已經講過，
你哋跟從我嘅人到復興嘅時候，人子坐在榮耀嘅寶座上，你哋要坐喺12個寶座上邊審判以色列12個支派。原來主耶穌對門徒、對信佢嘅人嘅應許，我要同你一齊喺天上邊，喺寶座上邊去審判嗰一啲唔信嘅人。大家記得，我哋今日作為信徒有好大嘅恩典，因為我哋可以同主一齊喺將來嘅天上邊，坐喺寶座上邊同佢一齊審判。所以你唔好覺得我哋信主嘅人好似真係好似好唔知有啲乜嘢，其實幾大嘅恩典。當有一日我哋能夠同主喺佢榮耀嘅寶座上一齊去審判，所以主耶穌嘅應許同你哋一齊要學新嘅日子。基督徒嘅團契生活不嬲都要好被可以話喺呢一個嘅晚餐嘅當中係好明顯嘅表達咗出嚟。所以除咗嗰一種嘅救贖恩典平安，基督徒嘅團契喺教會生活裏邊其實佔一個相當重要嘅意義嘅。所以唔好睇輕我哋基督徒彼此嘅相交團契嘅意義，因為我哋將來一日要一齊喺天上邊同主耶穌去審判呢一個世界嘅。竟然到最後一節記載完啦，主耶穌講完晒呢一切，佢哋食完啦大家一齊喺度食嘅當中，好多人喺度諗緊主耶穌喺食嘅當中講咗啲乜嘢呢？聖經裏邊都冇記載嘅，我哋冇法子知道嗰晚食飯佢哋講啲乜嘢呢？食飯係最比較容易講一啲心裏邊嘅嘢啊。咁你話唔係？你話係咪飲咗2杯乜都講晒出嚟嗰啲咁樣？我諗又唔係咁樣嘅我哋唔會諗下哇！耶穌梗係真係嗰晚好多辛苦要呻啦結果耶穌幾年出嚟，哇幾辛苦啊！哇嗰晚最後一晚，你諗下哇，同啲門徒一齊2杯落肚，哇於是乜都噏晒出嚟，冇聖經裏邊完全冇咁記載，又真係好特別完全冇講到耶穌喺晚餐做完呢啲之後去講乜嘢中間講咗啲乜嘢定係估下喂約翰嗱你遲啲你好好照顧我阿媽嗰個喺十字架上面講啫嘛，記唔記得佢唔會講啲咁嘅嘢㗎。如果唔係啲門徒都唔知你噏乜。嗰陣時門徒仲未知道之後發生嘅事你唔好以為哇啲門徒讀聖經咁咪知道耶穌被捉有冇搞錯聖經30幾年之後至寫你會記得門徒仍然亦都唔明白主耶穌當晚咁樣做嘅時候，聖經亦都冇講到門徒而喺度疑問，因為主耶穌本來就係最長輩最受尊敬嘅人，佢當然可以咁做。當耶穌講到呢個係我嘅身體呢個血嘅時候，門徒喺度個個喺度傻更更可能望住佢。咁食咯，唔係點係咪？我哋都係咁噶啦，講得兩講冇乜嘢，都唔知係乜嘢嚟，佢食咯。咁咧當時門徒就成個嘅晚餐完咗之後，佢哋做咗咩呢？唱詩，開始去橄欖山。當時聖經裏邊冇特別講到話佢唱咩詩歌，原來有嘅，原來唔係聖經裏邊講，而係當時猶太人一般會唱一啲讚美詩，叫做哈利路。呢一啲嘅讚美詩好多大部分喺當時嘅研究係詩篇113篇去到118篇。如果你等呢會有興趣，你可以睇下我哋詩篇113至到118，而其中佢哋會唱最大嘅讚美詩係我哋嘅詩篇136篇。好得意呢一個，當整個嘅晚餐完咗，佢哋出嚟，佢哋唱詩，仍然係讚美。你估主耶穌嘅心情點呢？猶大已經出咗去啦，佢已經叫咗猶大你去辦你要辦嘅事。
主耶穌知道猶大同祭司長講好數，我將耶穌交俾你，俾30兩銀子嚟，等等已經準備好啦。係嗰晚當中，主耶穌叫猶大你去辦啦，你去做啦。冇一個門徒明白，猶大就走咗出去。耶穌仍然帶住門徒食飯，食完飯唱讚美詩，讚美神。你諗下，主耶穌嗰一種對世人嘅愛，對世人嗰種恩典啊，喺個時刻，你仲可以唱得出讚美詩。如果你知道就嚟死刑臨到嚇，你都知道全世界喺度反對緊死刑啦，有啲人又贊成，我唔知你贊成唔贊成啊？我就聽過佢哋啦，行死刑之前嗰晚，你會即係嗰個人嚟到呢個人度要問佢你想食乜嘢，乜都俾你。哇！真係嘅喎，佢哋話總之你噏得出嘅嘢，佢都會為你預備嗰個晚餐啊，為你預備嗰個晚餐。問題你龍肉你都食唔落啦，係咪啊？因為嗰晚如果知道第二日要行死刑喎，你嗰晚你能夠要求啲乜嘢？你話我食10隻大龍蝦，怎你食啊？佢整俾你食，你食得落，你已經真係我哋諗下，主耶穌喺嗰度讚美，到底佢嘅生命，佢知道好快就結束嘅時候，佢會點呢？我哋唔知。我哋相信主耶穌一樣有掙扎。如果大家睇橄欖山上邊嘅禱告，你大概都知。但係佢知道呢一個必定要完成上帝嘅旨意，佢知道要跟從神，佢知道要順服神多過晒一切。結果唱詩就去橄欖山，橄欖山上面大家記得係主耶穌最後帶住3個門徒入去裏邊嘅禱告，跟住。我相信呢一個嘅今日呢一段嘅聖經就係描述咗呢一段嘅經歷，主耶穌點樣喺一個逾越節嘅晚餐當中去表達咗佢對世人嘅拯救。逾越節嘅晚餐對猶太人嚟講嘅意義重大，包括咗平安，包括咗拯救，包括咗呢一種嘅救恩，包括咗要準備一個團契等等。但係主耶穌將佢變得成為世人都可以，我哋唔需要餐餐食逾越節嘅晚餐啊！但係嗰一種我哋一般叫做設立聖餐嘅意義普遍教會1個月1次特別去提醒，其實聖餐我哋只係表達咗主耶穌設立聖餐其中一個好多嘅意義，就係救贖嘅意義。因為聖餐同耶穌嘅逾越節晚餐有唔同嘅喎，逾越節嘅晚餐係點啊？食飽嘅噃，食飯嚟嘅噃。你諗下，一個裏邊有2重嘅意義，一重就係紀念主嘅救恩，另外一重就係大家係晚飯嚟嘅，食飽嘅我哋聖餐要食飽都幾撈教餐我哋如果個個禮拜個個月1次，我哋要整幾多個大麵包喺度，哇個個要塞飽佢嘅，咁哇而家塞飽咗咁啊，跟住問我哋晏晝食唔食飯啫？咁呢啲咁嘅問題真係都唔知點答啦只能夠表達咗，哇我哋會記得好多人越嚟越多意見啊，到底一個杯啊，一個餅啊，聖經話一個杯一個餅嘅喎，點解我哋唔係嘅？點解我哋有咁多個杯咁多個餅嘅？你話費事俾牧師拿住個餅一抹，牧師嘅手唔知乾唔乾淨逐個摸過晒俾你食，咁結果好乾淨啦，杯又分開，餅又分開，係咪啊？你唔好一隻手炸咁炸落去，炸咗中間心就拿一塊，即係摸過晒其他啲隔離嗰個，見到你咁樣都唔知。但係一個杯一個餅係教訓嚟嘅喎，咁我哋點解唔咁做呢？奇怪啦！我哋以後試下阿黃 Sir 唔好分啦，整個大杯，大餅一個，大餅一個，
咁然之後咧，好啊，我擘開，我最多洗乾淨手啦，我擘碎佢，然之後你哋個個出嚟食一個餅，咁啊飲一啖。我喺教會歷史裏面話過俾你聽，點解一個餅一個杯有佢咩根據？聖經真係咁講嘛，一個身耶穌一個身體，有乜理由咁多個啫？你又擘開咗嘛？我哋為咗方便啫，一個杯容易啲，一個餅冇理由一人咬一啖啊嘛，耶穌都擘開啦，一個杯係一齊飲嘅喎，咁點搞咧嚇？即係一齊飲就開始複雜啦。我哋天主教你知仍然係一個杯一個餅噶嘛嚇，你知嚇？我講教會歷史教過你哋噶啦，仍然係一個杯一個餅。咁咧，所以喺香港嘅時候，我咪講個經歷俾你聽啦。全香港到受苦節嘅時候，全香港嘅教牧同工，包括神父、神職人員，天主教基督教有合一嘅聖餐。嗰朝早合一嘅聖餐，大概通常咁多年我都有參加㗎，200-300人嘅，即係起碼200-300。你話得咁多啊？咁少咋？200-300個牧師神父一齊。我仲記得天主教、基督教一人輪一次嘅，我做過一次基督教，咁咪照我哋咁啦 ，N 咁多個杯 ，N 咁多塊餅，最皆大歡喜。第二年嚟到天主教唔得掂啦，一個杯一個餅，哇！開始嘅時候真係餅仲簡單啲，佢祝福完擘開咁咪去到執一嚿啦，到杯嘅時候咧就撈嚿啦。點飲咧嚇？200幾300人真係飲一個杯。哇！結果我哋試過第一次唔敢飲，見到咁嘅，哇！之後咧開始第二年咧衝到出去，即係排仙嘛，咪飲先就排仙。雖然你飲一啖佢又抹一下，轉一轉啦，但係你先食咗個餅，個口裏邊已經有啲殘渣餅度，一飲一啖落去又衝翻一啲出嚟。300人之後嗰個杯，哇！本來紅色嘅葡萄酒已經變咗淺紅色嘅餅同酒撈亂，你覺得我好核突啊？好真實㗎！咁你一個杯嘛，你話係咪先？你話咁你冇錯㗎。哎呀，咁啊沙士嗰段時間唔敢制啊，冇人制啊。沙士嗰陣得了嘅，飲一啖，全部300個牧師都病領咗嘢，唔得掂。到底有啲咩好爭論啊嚇！到底照計係一個杯嚟嘅喎，一個餅嚟嘅喎，你話唔係，意義重大。呢一個成為今日基督教同天主教好大嘅差距。到底係聖經裏邊咁講，我哋照做啊，定係聖經裏邊嘅意義咁講，我哋照做啊？呢啲係教會歷史裏邊嘅課題。但係我哋會記得嗰一種救恩嘅意義喺其中。今日其實我哋將呢啲餅杯已經再唔係最緊要。福音派嘅神學大家都記得，杯就係杯葡萄汁，你話葡萄酒又乜都好啦，餅就係餅。但係你記得喺整個天主教裏邊，杯就係耶穌嘅血，餅就係耶穌嘅身體，佢已經變成咗啦。信義宗裏邊唔係，又係餅又係身體，又係葡萄汁，又係血，呢個叫做同質血啊嘛。福音派嘅神學就唔係。杯就係杯啦，我哋紀念啫。嗱，無論點樣，主耶穌喺呢一個聖餐裏邊更新咗一個傳統當中逾越節嘅晚餐嘅意義，以致到救恩能夠臨到我哋。但係救恩另外仲有第二樣嘢嘅喎，呢個聖餐，大家記得除咗呢個救贖之外，團契仍然係好緊要嘅噃。你記得逾越節嘅晚餐裏邊，全家人聚埋一齊。呢一家人裏邊彼此之間要真係可以話攬住死又好，攬住出去又好，走噶嘛，走難噶嘛。你記得嗰晚之後以色列人就全家要走人噶嘛。無論遇到咩艱苦，一家人喺埋一齊總係最好噶啦，一齊經歷咯，係咪啊？我哋而家發生啲乜嘢事，我哋梗係顧住自己家人喺邊度安全，翻我哋能夠喺埋一齊。因為真係最好嘅嗰個嘅環境當中，原來聖餐有佢嘅意義，除咗個救贖之外，有佢個意義係一家人喺埋一齊，並且係食飽嘅。今日我哋冇，喺實際上冇啦，只不過我哋將聖餐分開咗，我哋咪有帶菜聚餐，我哋有團契聚餐，呢個係
幾個我哋去過麥差啦，去過厄瓜多爾嘅弟兄姊妹記得，其實我只係隨便揾一幅大賽即係團契嘅生活嘅聚餐喺埋一齊。我哋今日將佢分開咗兩樣，聖餐我哋會覺得真係我哋紀念主為我哋死我哋有團契嘅聚餐，我哋咧呢一個係團契嘅生活，大家喺埋一齊。呢個喺厄瓜多爾我哋短宣隊阿淑華，你睇唔睇到後邊嗰啲係你嚟㗎？羅伯圖睇到我哋喺同一啲我哋唔係好識嘅人，我哋同埋佢一齊食飯，食飽嘅，哇！真係食到好飽啊！真係幾多餸啊！如果大家記得，哇！真係哇！施聖日日食3-4隻蟹，真係人哋招呼我哋全部俾阿施聖食晒。話好食㗎，係啊！如果唔食咁咪要掉㗎啦。我哋會睇呢個團契嘅生活，好唔一樣。你話今日我哋咪有年新春團年，我哋都打邊爐。咁我冇理由打邊爐嘅時候1、2、3未開始，未可以牧師祈禱啫。祈完禱冇理由夾起塊牛肉。呢個係耶穌嘅身體。一陣間又拿杯可樂，呢個係耶穌嘅血，冇啲咁嘅嘢，唔需要做到咁啊！呢個係我哋團契，我哋一齊，我哋嘅相交，亦都係表達咗喺逾越節嘅晚餐裏邊嘅意義。你記得主耶穌係當時雖然餅杯佢嘅門徒喺晒度，雖然賣佢嗰個走咗啦但係佢仍然係一家人喺埋一齊。我相信當我哋今日去了解呢段聖經，好簡單嘅。主耶穌嘅救恩臨到我哋每一個人，而我哋彼此之間嗰種團契嘅生活，我哋亦都好多人去引申到，你要記得嗰啲窮嘅冇得食嘅人，當你能夠領受恩典嘅時候，你有冇機會將呢啲恩典去分俾嗰一啲冇得食嘅人？因為你食飽即係逾越晚大家食飽咗，走人㗎啦嘛，佢哋要出發㗎啦嘛。只係如果睇舊約聖經，耶穌亦都係嗰晚逾越節晚餐，你唔好以為佢淨係食個餅食個杯咁冇啦。好似我哋聖餐咁真係掂下個口。但係耶穌食晚餐嚟㗎嘛，食完㗎嘛。主耶穌要出去橄欖，唱完詩之後去橄欖山㗎嘛。我哋領受完呢一個聖餐，你出去你會做啲乜嘢？我希望好簡單嘅呢幾節聖經俾我哋睇到天國主耶穌訂立呢一個新嘅約，俾我哋明白我哋同神嘅關係，我哋同人嘅關係。我哋低頭祈禱。愛我哋嘅主，我哋感謝你，因着耶穌基督帶俾我哋佢嘅身體，佢嘅寶血，俾我哋明白主耶穌喺當天嘅晚上設立咗呢個聖餐，係叫我哋時時嘅去奉行，直到你再降臨嘅日子。喺呢一個聖餐之後，主耶穌你進入真係救恩嘅呢一段拯救嘅道路。主幫助我哋亦都明白喺我哋聖餐之後，我哋要進入呢個世界，去讓嗰一啲飢餓嘅貧苦嘅去俾我哋作出我哋嘅供應。求主俾我哋睇到呢一段經文對我哋生命嘅意義，俾我哋真係了解，亦都願意接受你嘅救恩，亦都關顧周圍需要嘅人。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呢首聖餐嘅回應詩歌喺傳統嘅教會裏邊，我哋一定會唱。呢個傳統嘅教會，我相信我自己係傳統嘅教會出嚟，每一次我